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2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，列王纪上卷第3章第5节到14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亮光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在圣经2处经文里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记载。在经文中我们看到的情景都是跟黑暗与光有关系，如同马太福音第2章的记载，东方术士一样，我们都有那样的经验，就是当我们出游到了很高的山上，四处都没有光害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夜晚满天都是星辰。运气好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看到星河。这个角度来看，身处在黑暗中的人是比较容易看到光。从信仰角度来看，在黑暗痛苦中的人需要光照，使他们脱离黑暗。路加福音第2章记载就是这样的，身处于黑暗寒冷的旷野当中的人们，他们得到了天使天君的亮光，他们领受了佳音，就去拜耶稣，然后就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亮光另外还有一个层面的了解，当圣经记载上帝问所罗门王要什么的时候，他就求上帝的智慧来判断，来管理上帝的人民。这是在心灵上的一个亮光，有上帝的智慧。列王纪上卷第3章第5节到14节这样的记载说，当天晚上，上主在梦中向他显现，问他，告诉我，你要我赐给你什么？所罗门王他就回答，你一向对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，因此他对你忠心诚实，有纯真的心，你不断的给他浩大不变的爱，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今天坐在他的王位上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虽然我年轻，不知道怎样治理国家，你还让我继承我父亲做王。我在你拣选作为自己子民的人中做王，他们多得难以计算，所以求你赐给我一颗善于识别的心，能够判断是非，好治理你的人民，不然我怎能统治你这么众多的人民呢？主喜悦所罗门的祈求，就对他说，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，求财富，或求消灭敌人，却求明辨的智慧，好公正的治理人民，我愿意照你所求的给你。我要给你一颗聪明和明辨的心，是前人所没有的，后人也不会再有。你没有求的，我也要赐给你。你一生享有荣华富贵，要比任何王更多。你若顺从我，遵行我的法律和命令，像你父亲大卫一样，我会赐给你长寿。耶稣基督告诉这个跟随者，他就是世界的光，只要能够跟随光的人，就不会活在黑暗之中。虽然法利赛人他们不能明白，也不愿意接受，但是人怎么能够否认光的存在呢？即便是全身包得紧紧的，如同中东人们的穿法，太阳仍然高高挂在天上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情。但是就如同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选择拒绝，继续躲在黑暗之处，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了。
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19节记载了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对话。经文的记载这样说道：耶稣又对大家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会得着生命的光，绝对不会在黑暗里面走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在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证言是无效的。耶稣说，即使我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证言也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任何人。即使我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判断，而是那位差我来的父跟我一起判断。你们的法律书上记载着，有2个人见证相符，他们的见证就算有效。我为自己做见证，那位差我来的父亲也为我做见证。于是他们问，你的父亲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亲。如果你们认识我，也就会认识我的父亲。我们若跟这个法利赛人一样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那么我们就无法认识那一位创造亮光的上帝，而继续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黑暗当中。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要颂赞上主；西安啊，要赞美你的上帝。他使你的城门巩固，他赐福给你的儿女，他保卫你四境平安，他用上好的麦子喂饱你。他一向大地发出命令，他的话立刻传布。他降下羊毛似的白雪，他洒下灰尘似的薄霜，他抛下沙粒似的冰雹。他所吹来的冷风，谁也抵挡不住。他一下令冰雪都融化，他一使风刮起，水都流动。他把他的信息传给雅各，把他的教训和法律传给以色列人。他对别的国家没有这样做，他们并不知道他的法律要赞美上主。恳求爱我们的父神帮助我们领受亮光，活在光下，认识基督，也因此认识又真又活的上帝，并且领受救恩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